来看这个总统大选选情之夜，那绿白三党正正拢咧抢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黄丽锦如就节目讲，国民党为初十开始，就派90个人透明酒里的电脑前要来抢路权，但是最后也是抢输民众党。伊嘛来讲到台北士林北投区立委的选情，讲泛蓝分裂。新党的侯汉廷是以无党籍的身份来参选，冲击到国民党籍的张思光。这泛蓝未下是好着要争取连任的民进党的吴思瑶。黄丽锦如讲，伊有亲身要去说服侯汉廷，卖分掉拿赢的选票，但是互对方拒绝。昨天有睡好吗？很好啊。啊，那前天有睡好吗？几工前恐惊是未食未困，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黄丽锦如为着抢下选前之夜总统府头前的路权，那半暝就开始，搁找人斗三工抢。第一次去的差不多快20个嘛，另外一个地方我们也有70个人在抢嘛，总共将近100人要抢。对对，抢输民众党。那另外还有一些。他有网军啊，我们没有网军。上节目讲到抢路权的大战，明明加起来有90个人做伙拼手速申请路权，想袂到也是抢输民众党，和黄丽锦如真怨气。你真的有哭晕在那个网咖吗？是也看到我哭晕的，很想抢到了，对不对？当然是啊，做一件事情就要势在必得，但是我们有备案嘛。所以我们备案，现在看起来说是要就变到那个新北市的板桥那边去办造势大会了。无抢到好地点，立委的名额总是爱加抢一寡。黄丽锦如有信心，台北市的立委是稳当当。不过讲到北投选区，头前有吴思瑶，后壁阁有侯汉廷甲张思光卡掉咧。不是没有，一直都有。当然就是说先去找新党的主席或者是他们的秘书长去谈一下，对不对？谈一下。但是后来主席跟秘书长都表示说，侯汉廷这方面他们劝不了，因为他是用无党籍来参选。对。所以我也找了好几次，他要架设录影。那我说我们很多事情就不能谈，所以就谈不成啦。一透早就到路边咧拜票，侯汉廷看起来已经下定决心要行家己的路。嗨，大家好，我是颖彤。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